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實產力局嘅低空經濟科技館。由今年嘅9月30號到現時為止，即係大概3個月時間咧，其實已經有9000人次咧係參觀過我哋呢個館嘅啦。咁呢一個展館咧，應該係現時香港最大型一個展示低空經濟嘅展館。咁咧，香港發展低空經濟，我諗最大嘅優勢咧就係科研實力嗰方面啦。因為現時世界最大嘅一個無人機製造商，其實就係由香港衍生出嚟㗎啦。咁當然咧，有好多人咧會話香港因為係樓宇好密集啊，會唔會係一個劣勢呢？但係我反而覺得咧，其實香港呢個多樣化嘅一個環境，同埋呢個密集嘅城市咧，係反而係一個優勢，因為可以係開發到好多好有參考價值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同埋現時亦都有北部都會區啦，一個新區點樣建設嗰陣時，點樣將低空經濟呢個未來嘅元素考慮埋入去呢？咁我諗呢啲都係對好多城市咧係會好具參考性價值嘅。咁一講到呢個沙盒計劃咧，好多人覺得試飛係好簡單啫，咪由 point A 飛到 point B 咯。但係其實喺無人機嗰個試飛咧就唔係咁簡單嘅。首先你要考慮成個安全啦，就簡單到究竟個飛行路線係咪每一度都係有信號可以利用到嗰個無人機唔會係失控嘅呢？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咁所以我哋生產力局咧就係為業界咧係提供喺安全啦、嗰個演示啦，咁同埋後面啲數據嘅收集啦，咁呢啲都可以幫助到成個試飛項目嘅成功啦，同埋更重要嘅就係可以提供到好多參考嘅數據咧，係俾政策嘅制定者睇下喺低空經濟方面應該點樣監管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推動到呢個發展咯。我哋喺今年3月份嘅時間呢，咁我哋咧就係正式喺香港成立嘅。因為我哋間公司咧喺香港成立咧係同北京咧係蜂巢，咁咧就係一齊喺香港度 joint venture 而成立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成立之前咧，我哋都做翻少少 due diligence 啦。咁我哋請 HKBC，咁啊 Raymond 咧就幫佢上去望一望呢間公司咧，究竟佢哋嗰個產品啊，佢哋嗰個嘅 technologies 啊，啱唔啱香港嗰個嘅低空經濟嗰個發展啦？咁翻落嚟咧，就 PC 俾嘅評價係相當高嘅。例如話喺一個如果完全係冇信號嘅環境之下，我哋點樣可以利用到呢一個係航拍機可以收集到數據同埋做埋分析呢？同埋更重要嘅就係可以定到位呢。例如點樣喺一個在建嘅隧道嗰度呢去做一個檢測啦，又或者係一啲好多係危險性高或者要喺高空嘅，例如話如果我要去做一個檢查個電網嘅話，咁點樣可以利用無人機好遠又拍到好細嘅嘢都可以睇到究竟電網會唔會有啲問題呢？咁呢啲都係一啲新嘅應用。咁我哋咧除咗我哋嘅無人機之外咧，佢哋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蜂巢，即係咧起機坪同埋停機坪嘅。咁另外咧，佢哋都有 ATO， 即係有個 Air Traffic Control Unit， 佢哋可以遙控控制，唔單止淨係用人手飛啦，咁佢可以用一個嘅電腦咧，用一個中央嘅系統咧，就控制啲飛機。除咗香港之外咧，喺國內啊其他地方我哋都知道，嗰啲航線咧都可以去隨便去改變嘅。另外咧，佢用一個好好嘅 complete 嘅 training course。咁所以呢4大嘅主要嘅因素咧，就值得我哋喺香港咧去一齊去合作嘅。頭先我哋今日啱啱開始呢一個嘅低空經濟嗰個嘅second sandbox 一樣嘢啦，即係第2個方面啦。咁其實因為香港咧，其實發展低空經濟都好初期啦。咁所有嘅項目咧，都需要咧經過 sandbox 或者係民航處佢哋要批准嘅。低空經濟發展咧，要聯同政府好多個部門嘅。頭先數落起碼超過10幾個部門咧，一齊去跨部門去做。咁呢方面咧，都係影響到暫時嚟發展。不過我覺得都係暫時性啫。咁你經過咗 sandbox 1、sandbox 2之後咧，咁其實之後嗰個嘅hurdle 都過晒嘅時候咧，我覺得個發展機會會好大。Simon啊，咁頭先你就分享咗Harmony SkyTech 喺香港落戶嘅情況啦。咁不如講下未來我哋可以點樣同你合作？嗱，頭先都講啦，咁其實我哋都係 newcomer 啦，喺呢個低空經濟。咁整個香港低空經濟都係啱啱開始發展嘅。咁我哋都需要 HKBC 你哋嘅經驗啦，同埋你哋喺民航局裏邊咁多年嗰個經驗啊，同埋你哋都係一啲嘅 vetting member 啊，可以去幫助我哋一啲嘅小型企業去喺整個低空經濟發展。
喺我哋今次合作當中嘅話咧 HKPC 其實擔任兩個角色啦。第一，我哋係呢個推動行業發展嘅角色；另外，亦都係賦能你哋企業去做到呢件事嘅一個角色啦。咁另外當然啦，我哋最終係希望可以去令到香港成個低空經濟嘅生態圈咧可以蓬勃發展。咁而更重要嘅咧，亦都係發揮我哋一國兩制嘅一個優勢啦。咁咪變咗我哋既可以由行業標準嗰方面，既係對標內地嘅標準，亦都係對標國際嘅標準。咁希望我哋可以共同努力去打造香港低空經濟嘅發展啦。OK，sure。